今日的课程正式来开始啦吼！啊，我头仔就是当然咱是咧讲台语嘛吼，啊像拄仔咱馆长甲咱讲的，咱就是拢爱来讲台语哦。啊，日常嘛是爱讲台语哦。我遮有写讲人生的记忆吼，无定咱无法度改变人生的长度，毋过咱定着会当咱无一定会当改变咱的看度。啊，上较直接的方式，就是来写作。写啥物呢？写家己的故事。当然，啦，家己的故事啦，就是讲以咱家己本身为主，啊，慢慢搁看出去，安尼去即个看度，哦，咱就当写作一个故事。啊，有个人爱写作呢，有个讲拄好有一个讲伊，饭店嘛要咧写着，有诶吼爱伫半暝啊写，啊有诶呢伊固定时间写，有诶讲伊呢去啉咖啡啦，啊到遐吼咖啡厅啊到遐静静啊一个人沿路啉咖啡路写，当然足济啦，有诶人利用闲诶时间来写拢有啦吼。啊其实有诶人是讲，老师你是毋是总爱写作？其实我是一个总爱看戏吼，啊看册诶人。啊，我感觉讲，人爱看戏，啊是最也是看戏哦，啊，搁来看册哦，啊，甲写作，这是一条人生写作的操练，就是讲，伊是练做伙，对我来讲是安尼，吼。按讲即个语言，就是文化的根啦，啊，若透过口说甲写作。会当甲语言变作优雅的，会当达到传承历史、甲提升文化的目的。你会感觉讲，写作咱会当传承历史，当然会咯，咱会当写出侪物件，咱等下就会当看到吼。啊，咱台语是台湾文化的根。啊，关系到人民对民族的认同、国家的尊重，所以咱当然嘛爱来写台语啦，吼！啊，千万毋通互台语死去哦。传统台文是咱即代人真重大的使命。咱台语的口说，是咱的日常，就是讲当做咱普罗西亚讲的话啦，吼！啊，台语的写作，只是甲咱的日常甲记录起来。所以讲写作无困难吼，咱逐个拢做伙来写吼。话讲一个无去啊嘛，话是风，字是装，你啥物代志讲一个都无去啊，飞去啊，所以咱爱甲写落来。每一个人日常的生活拢有故事哦，拢有足侪感动人的故事，咱若无写落来，连免着飞甲无影无食咯吼。人讲树叶若落落，随风伊会飞去，伊会烂去。啊，毋过还有经济世界咧传哦。啊，咱台语咧，当然咯，咱台语若无甲写落来，都无去咯。咱即代人若无咧讲，过来咱后代人愈无爱讲，啊，过来咧，就转去，就真正无去啊。所以咱爱来写台语。我先来讲即个彩龙的故事嘛，吼。我差不多90年开始做彩龙，我会开始做彩龙吼，有2位老师影响我足大。第一位当然就是我的恩师萧定春老师，啊，第二位就是平原老师，我去上伊的课，听到伊咧讲彩龙。所以我讲，即2位老师影响我上大哈。咱讲像彩龙是文化咧找根啊，咧传承文化真实的工课哦。我有去采录啥物呢？我有去采录一个陈水莲老先生。咱大家凡是有个人对伊有了解，有个人虽讲无啥了解，毋过咱今仔日上过课，咱对伊就会了解。我伫进前未退休以前，我伫嘉义市阳仁国小咧教课。
啊，我本身是导师，本身是辅导员。啊，阮学校迄阵啊呢，有一位老师，伊和陈水莲老师，陈水莲老先生带要做伙啊。啊，伊拢叫陈水莲老师职工组啊，吼。啊，我就甲伊讲，恁遐吼老先生吼，足老诶，啊，又个本身有故事吼，啊，请你甲我引荐，啊，我来找迄老先生安尼，哦，啊，伊就带我去找即个陈水莲老先生。陈水莲老先生吼，伊经过228，哦，228即个事件，而且伊本身阁互人迄落为庆祝吼，为经到头甲伊帮过，啊，伊尾也无死留落来，拄仔伊来讲即个故事互我听，哦，我感觉迄阵啊听了足感动诶啦吼。我是民国92年去甲伊采录诶，啊，我记录这是人讲逐字稿，一字一字甲伊记录落来诶，吼，毋是我诶意思写诶，即内底是即个陈水莲老先生伊讲诶，伊口述，啊，我甲伊写做文字安尼，啊，大部分是咱袂当讲100%啦吼，啊，毋过我是照伊意思写落来吼，啊，伊老大人，伊讲话抑阁足清楚诶，啊，身体嘛，迄阵啊，我甲采录诶是80几岁啊，伊身体嘛还足健康诶，伊讲伊还阁骑自轮车世界去安尼啦，啊，讲话嘛足清楚啦吼，啊，身体健康啦，啊，所以我就甲伊采录一个故事，伊讲互我听吼。伊讲民国36年，迄228台北发生了后，也着直延来到嘉义，转车去啊，转车去诶中间吼。差不多上旬吼，来到嘉义，大概差不多3月3、4、5、6遐，传来到嘉义，但是传来到嘉义之前，因遮个外省人甲军队吼，拢去集结伫机场，拢集伫机场。做官也好啦，警察也好，老百姓啦，规个外省人拢集结伫机场。了后，台湾人吼受到遮外省人欺负着啦吼，揩油着啦吼，若像讲不满的所在着啦吼，揩油着啦。对，遮不满的所在吼，互欺负着的人真济啦。但是无法度通去伸冤啦。中间一寡少年人吼去做兵转来啦，日本时代去做兵转来，家己的啦，甲山包啦，也带规阵落来啦，台中也来啊。台南也来，埔子嘛来，伫嘉义集合。但是你台湾囡仔做兵转来讲吼，第一条件无组织，无军队，无组织，无班长，无连长，无指挥啦，规顿嘻嘻哈哈，讲咱来甲拍，或者。去警察局抢一寡武器来机场要甲拍，但是机场是铁吉的呢，你总早起的庆祝无几念咧，拍啥物啦，拍啥物会啦吼，会合作也无啥物厉害到倒啦，哇，差不多初5、初6。初7，无差不多初3、初4、初5遐，
咱地方一寡有志，较早的议员啦、医生啦，也甲地方有志吼出来讲，相拍毋好啦，相拍吼招咧吼去机场去找遐机场内底遐个去遐甲讲，卖冤家吼，白白中国人，白白中国人，卖冤家安尼。但是吼，逐日去吼，因为咱台湾人较戆直吼，互日本人教育了较戆直，外省人就像即马宋楚瑜安尼，有迄个智谋呀。因讲对，卖冤家吼，大家和平解决吼，大家圆满吼。平中国人嘿，无讲决定，无讲一个要讲安怎样就转去啊！明明明仔载搁去，逐摆拢讲好啦，袂请伊咧啦。点甲拖时间，这个拖时间的代志，就是我知影安怎咧。逐日去讲了无结果，转来，讲了无结果转来，一直到这个3月初7也初8，这个我伫餐饮做工课，看台北一只飞机，北部一只飞机。迄个休伫机场，天光日吼，遐议员搁去吼到门骹口，着用烟线，手着甲绑起来，目睭拢甲黄起来，拢甲绑起来。迄日就是因庆忌拢到啊，因就是拢在庆忌内啊。当时。为机场去互美国拍了吼，日本时代拍了吼，机场拢散开，内底无庆忌因即马走出来楼吼，也无庆忌，有庆无止，可能因去联络讲好。我罔甲你拖，我庆忌若来，我着甲你等。哇！才开始吼，迄日去互绑起来啊，拢去互绑起来。遐个议员啥个，拢去互绑去。陈定波啦、社会啦，足侪议员吼，你若后回你若去合作纪念馆，即2日恁若要去，我问会长看有咧开无？遮内底记上济，互北去到迄个初9，哇！伊着规定吼，在咱看是差不多500-600个。我有看到的，差不多500-600人，一对唱管路一直照安尼来，一直对车港路遐，对恁用人即边遐，安尼靠过来，因为即边吼合作即台湾青年吼。在叫因拍，但是拍是无庆忌，也无啥情嘿，无组织啦，因着安尼拍过来咧，庆忌有咧，着安尼拍过来，所以伫机场迄场附近遐吼，
去互因拍死的少年，差不多100-200个。我知影的吼，去年我有去捡七六吼，伫即北回归线即大路中央吼，黑人光起啊台。啊，伫遮个所在，我去甲好朋友坐，拄好捡，毋知倒一个大学的教授，足热心咧捡，买开10几个，啊，对面迄较早做大路嘛捡10几个，差不多迄个差不多台60几个，毋是台啦，甲倒伫咧厝角尔。啊，遮个车到迄日吼，差不多就拍起来啊。规个边啊，拢大家一人举2支枪，拢拍起来啊。咱迄款踮遮个老处理庄想讲，你家己甲机场，我拄伫咧中央，啊若小拍，我秘伫中央，着毋着啊？咧吼，阮着安尼，阮老母啦、查某人啦、囡仔啦吼，逐个拢讲，你先走，你先倒走，人咧冤家，咱走较边啊就好。但是这主人的时吼，家家户户主人的时吼，走袂去咧。安尼走袂去，我嘛是有走呢。我暗时住伫家己，天光日转来，你若饲牛咧，爱饲牛，爱饲猪，爱饲鸡，抑无皮无好食，袂使呢。转来饲到下晡，好吼。兵仔规顿就安尼甲你围挖来啊，拍入来啊，看着你就甲你弹，安尼我秘伫内面咧，伫内底嘛去互笑着，安尼甲我拍3门啦，一门趁过遮啦，一门趁过拍一个趁遮过。3门才着1门尔，若着2门就死啊！1门嘛死，差一块啊，搁较来就死。即门拢甲浅破，内面衫裤啦，做钱啦钱，迄阵阮是无啥钱。今仔阮也无金仔，我有一寡良银啦，也有一寡衫裤我上济啦。全庄的人迄阵讲互后，逐家真善，无衫通穿，我有衫通穿，是安怎呢？阮姐夫咧开布行。伊拢约一半块仔来互我，才有。我迄阵当时的生米路啥物人若要娶某就来甲我借生米路去穿。我迄大细领才会合，我着甲下青金啦，去五彩啦。伫遮现拍14个。43个，敢若我无死，佫掠一个去到半路拢甲凊决。阮遮掠10几个甲我去，互白规堆，去互关伫迄个仓库里，迄个兵仔无伫遐顾，拢要去。家家户户门难开，拢入去内面，直直抢，
所有伊爱个物件，拢去互抢去，连时钟嘛摸去。迄时阵吼，较无物件啦，外衫也拢总超甲空啦。我会使讲，我的衫裤，我摕甲吼，半冬拢去穿别人的衫啦，拢无衫裤通穿。我好运就是甲我关伫遐，拍死诶拍死，掠诶掠，啊我甲我掠正10下，10外下，掠去关伫遐，关伫仓库，啊要买转去，才掠去刣。毋知是新民公嘛，新民公仔嘛有啥姓？迄间找无啦，袂记得关伫倒一间。伊迄毋捌来吼，伊迄毋捌来啊，着草地厝租一间粪扫厝，粪扫厝啊，迄毋知倒一间，找无即间，找无迄间。尾啊，逐家拢要转去啊！啊，伊也抽遐济啊，伊就讲啊，你要走，我嘛要走，就安尼走。我即条命要伫咧，伫迄机场附近遐吼，拢甲卡伫遐啊，遐有迄个老酷酷诶，较。逐家都拢无穿鞋啊咧，逐家都拢无穿鞋啊诶，即个敢若农民诶老百姓，安尼伊嘛要刣，即个小所在诶，即个小地方诶故事，差不多是安尼啦吼。啊，我迄阵去遐采录是老先生83岁，伊住伫老厝里，啊身体就诚勇健。啊，我咧讲老先生。伊就是讲住伫阮学校，阮是育人局国小，啊，伊住伫老厝里，算讲换了属于阮的学府就对吼。所以讲即个故事互阮听吼。伊83岁时，我去甲采录啦。伊93岁是往生，93岁就是102年吼，102年93岁是往生。好佳哉，咱有去甲伊采录，人讲你若要去采录，人就是爱愈紧愈好，啊无真正会爱袂赴吼。所以咱爱愈紧甲采录愈好。啊，我92年我去甲采录时，迄阵啊92年，啊我90年诶时有去采录一个庄仔药诶老头家。开庄仔药伫阮迄个学区开庄仔药，啊，伊和王永庆，伊小弟王永在是读中文国小诶东创诶，啊，甲伊采录嘛爱和伊做朋友，听伊讲故事，讲几落解，我去几落解，伊才开始讲迄个庄仔药诶故事互我听，啊，咱即摆过来讲即个。淡水莲老先生，伊讲一个，嘛是青仔公的故事。讲到即个青仔公吼，我迄阵啊伫学校啊有迄个，阮迄阵有成人教育，就是讲，一寡老大人啊，无读册啦，啊，佫有迄个，外国新娘迄阵啊来甲咱遮，伊嘛台语无啥会晓，爱拢咱政府吼有即个政策讲有。开一个成人教育班，啊我，校长若讲，老师你去教上拄好啦，毋知是讲我含老大人，讲较有话也是安怎，啊台语话讲了较迄个较通安尼，啊我着去教，啊我甲遐老大人讲，我想要来青仔公遐行行咧，遐老大人拢甲我讲，毋通啦，毋通去啦，遐我讲是安怎，伊讲。遐足阴的啦，叫我毋通去。毋过尾我采录，
迄个淡水的老先生，伊就带我去啊，吼。啊，老先生伊带我去，佮讲遮个故事我听，吼。啊，当然，即个青仔公，吼，咱阵啊，家己的市长甲合作，咱家己的招庆王，吼，招庆王，吼，啊，这是题外故事。啊，我即摆来讲即个老先生讲，青仔公的故事，吼。哦，伊讲，即阮是大人传落来讲，即张青仔较早是乌梅仔头发起来的，即张发即张青仔起来的，但是迄附近是合作地质适合伊发育，所以到即阵来，实在讲差不多是200档以上。啊，较早有记者来采访，牵400外档，我看是无遐尔久啦。伊即块地附近的地质是适合伊发育，才会大遐尔水。但是全省讲起来吼，即丛青仔咧大吼，伊的架势甲人无亲像，人拢是直直安尼大起哩，伊毋是。伊是大摊怀起，拢是大摊怀，所以树下拄啊好一个人困，犹阁无悬，要行过，大概会磕着，会卡着。较早啊，当时吼讲遐迷信话来讲吼，古早人迷信话吼。迄地是无啥人敢去，讲行几啊啦。犹阁一点吼，因为遮伫中国部，咱台湾人、中国人拢迷信。啊，迄穿啊，迄丛穿啊，迄头一个进去的，咱像讲迄个较迷信的，伊无明得带。去甲伊做迄丛青仔，转去吼拢发烧，足奇怪诶！遮个永明病院吼，落徛迄落合作兵仔吼，去甲伊做青仔话吼，转去拢毋知要食。也是要做啥物啊？转去吼，无3日，规班吼拢去气有烧甲密密麻麻，拢去炸弹死，烧着，所以真侪人见着伊的地，也拢毋敢去甲找，这嘛是一个奇怪的所在。啊，眼前即马变观光区。即马变观光地区啊！迄从前啊，迄阵啊，我伫遐咧管理的时候，无啥青仔根，即马甲伊用青仔根，推落涂骹落来。以前啊，全省讲起来，大概要生像迄款的真少，真水的形体。一支叶亲像虎咧，安尼举咧。迄阵啊，将来有迄落合作庙的委员，咧去迄个庙，咧去迄个庙啊，阮即啊伫遐咧做主任委员，我配合阮即啊去伫遐管理。一阵仔吼，迄落大家乐。人逐个拢搬大家乐吼，一日早时啊9点去，到下暗差不多3点吼，拢200-300个来去去，拢200-300个。大家伫庙遐万圣爷、青仔公，拢伫青仔骹遐，毋知安怎看，大家迄个。坐倒来看，
讲着拢有号码通互伊签，迄着乱乱看，我着想拢无，要迄个青仔叶落落涂骹吼，捡起来看看咧，讲有啊有啊，啊其中也有人吼啊，着吼来甲这委员讲伊搁几日要摕钱来寄付，即摆摕偌济？摕12万几千几百几十箍，安尼来，结果甲问起来，是伊有甲庙仔讲哦客约，我着先互你抽，照城数抽的，照品照行，这是民乡人。哦，迄阵啊，10姓人，遐拢毋捌因。迄阵兴差不多1冬外，吼，过来就安尼欢去啊，全无得啊，全无着啊啦。即马是家己古迹，因为遮的古迹委员来看看咧。讲真稀奇，真稀奇，真是真稀奇的物件。像即款情形，你若去看，人树仔拢大顶悬起哩，伊拢大摊坏，人若要过头壳会磕着，所以即马车嘛驶袂过。四边大安尼圆圆的，占要300-400平，规年冬。树仔拢，树仔叶拢袂变色，拢不是安尼乌深深。迄我甲看，是遐个水分较好，较肥啦。即摆市政府规划老处理公园重划区，迄丛前啊，拄好伫公园内底。蒙啊，拢迁了了啊，拢无啊。做公园真适合，地势有悬了有低，实在真水。咱讲即个公园吼，即个阿伯嘛有甲我讲啊，陈水莲老先生嘛有甲我讲，人迄阵啊，迄个诸葛亮啊吼，拍一片电影《大家乐》。迄部电影就是来倒拍咧，就是来遮拍哦。啊嘛，翕讲吼，人伫遐，逐家伫遐咧报，咧安怎咧摇名牌啦，哦，看香啦，看树叶啊啦，哦，伊嘛会当摇足侪名牌。所以迄个诸葛亮就是来遮咧拍片电影吼，遮就是拍片的现场啦吼。我自从去采录即个像我讲的故事了后的，我拢有做一个规划，规划讲叫我做导览的老师啦、讲师啦，毋管是嘉义市的老师啦、嘉义市的学生啦，还是阮校的学生啦，要来演习，阮会办一个演习导览的演习，拢叫我来做讲师，带人去遐。去遐导览，当然，咱导览的毋是干那安尼尔啦。当然，我嘛有训练学生做学校的小小的导览员，所以讲咱即个采录，采录是原来真趣味的工课啦，都爱量早做毋通无做。当然，我做导览的工课做超30-40件。这是算较完整的，有甲记录较完整的迄个民国90年，迄个庄仔桥迄个老头家，王天云老头家迄个迄个嘛是算原来较长的故事。过来第二条要来讲是囡仔诗，甲故事。拄好有老师咧讲，伊爱看我的囡仔诗，爱看我的诗，我写的诗。我这囡仔诗，就是讲伊，互咱感觉讲，
连起来足巧神诶，吼，连起来做感觉讲足俏皮安尼啦吼，囡仔有囡仔古锥活泼啦吼，所以我着甲摕几首伫遮吼，大家来欣赏看卖啊咧吼。第一首就是医疗，相信咱在座各位吼，较早足侪人拢有厝诶，拢有医疗。即个医疗咧，即马较少，毋过嘛是还有。即个医疗有一个特性嘛，伊就是伊是长诶，上头拢爱坐人嘛，无着讲规寮拢有坐人，无你若干那一个人坐，坐伫一头，就会安怎？咱像迄个孔雀斑安尼共款，孔雀斑伊就孔雀斑会翘起来嘛，你这医疗嘛是共款啊，会翘起来啊，所以讲较早诶医疗，甲即摆医疗，拢有足侪笑话，比如讲有一工啦，我甲阮阿姐讲，阮一个大姐，我甲阮大姐讲，我即个喙唇遮。若详细看，安尼照镜一直甲看，一直甲看详细看。我甲阮阿姐讲，我遮若敢若有一个鳍，若像咱若咧点胭脂诶时吼，你当遐爱搁特别搁甲点一个安尼。我讲我敢若遐有一个鳍，我拢毋知影到底是安怎。阮大姐就甲我讲，迄吼，伊知啦，讲我细汉诶时吼，坐伫医疗啦。伫遐咧食物件，拄我一只鸡仔跳过去，我怎爱去跋倒，因为迄孔雀，咱讲孔雀斑，有诶讲孔雀斑，拄迄个医疗就怎爱跳过，我怎爱跋倒啦，所以讲遐着喙唇遐有小可有流血啦，着流一个气安尼啦。我讲，原来是安尼我都毋知影，尾当然就知影咯。我有写一个医疗，这嘛是足久到十几年写诶啦。我感觉这好耍好耍，所以咱伫即个囡仔时，即个古锥诶囡仔时，我有摕出来我讲我坐一头，阿爸坐一头，阮一日跳，阿爸线空骹翘。阮行甲骂吼，阿爸讲毋通哭，毋通哭，老骨有老皮包，老皮佫真厚。阮讲阿爸，阮要佫耍一斗。这就是囡仔诶古锥囡仔对老爸使奶，其实即个阿爸敢真正袂疼阿爸是毋甘互囡仔烦恼啦，因为伊跳一个阿爸空骹翘嘛伊会惊所以伊惊到妈吼阿爸要安慰伊啦，阿爸甲伊讲别啦，毋通哭你毋通哭阿爸老阿爸有老皮包老皮佫真厚咧，别啦别疼。伊就甲阿爸讲，阿爸，我要佫耍一斗。这就是囡仔诶古锥活泼俏皮诶所在啦。一首医疗相信咱身躯边嘛有足侪即种较好笑、较好耍诶故事，咱嘛会当甲写落来第二首是日头杯拄仔咧讲阿爸。即摆咱就来讲阿母，咱知影日头花就是太阳花嘛日头花有一个性，伊一个特性就是安怎？伊会对日头活，我就是利用迄个特性来甲伊写作诗因为日头花会对日头活啦所以就是讲，来咱看觅阿母是日头。花蕊是囝儿，半暝阿母走去觅，
今日好甲厝安尼困去，天光目睭金金上，想看阿母去倒位，摸着啊，捡着啊，目睭嘛毋甘放离。阿母啊话，你若对西边走到东边，是毋是要搁走去咪？哦，伊看着阿母啊，哦，伊来赶紧诶，赶紧诶，甲阿母扭咧。这就是讲囡仔思念阿母啦，吼。咱知影即摆诶家庭嘛，足济有诶，老爸啦，也是含老母，嘛是讲足济单亲诶家庭啦，吼。嘛有诶老母无一定，即个囡仔看会着，也是讲有当仔伊看着老母诶时间，老母随着佫离开啊，吼。所以，即囡仔思念阿母，吼所以咱用即个日头花，甲描写落来，写即个囡仔思念阿母，这情感是足深囡仔思念阿母。搁来看即个王面腊杯，杯啊杯，杯啊杯，杯内溪边少溪水，满粉点胭脂，红棍挂破链，头顶插花蕊，飞去天顶看景致，行落水底耍溪水。规身躯洗甲白白佮水水，敢若一个面，较洗着洗袂清气。这加上尾句我最主要就是要讲上尾句啦，咱拢知影白灵诗伊是安怎？伊是一个喙长长长嘛，所以咱叫伊乌面腊杯。毋是我，对，咱家己讲。乌面腊杯，伊迄个喙是足长诶，若像腊杯对哦，若像一个杯啦，若像一个杯。先来讲腊杯，伊诶喙是乌诶，伫水底伫遐拉咧，伊就是要创啥？要食鱼啊，要食水内底诶小动物，所以伊就一个喙拉咧，伫。一个乌乌诶喙伫遐拉，所以咱台语甲伊叫做乌面腊杯，咱讲黑面琵鹭华语黑面琵鹭，咱台语就是乌面腊杯你看头仔是咧写伊诶形啊，伊即个迄个乌面腊杯，当然总爱来溪仔边嘛。咱是讲伊若像迄个咧照溪水咧伫遐爱水啦，照溪水啦，伫遐咧洗面啦，伊咧抹，你看照溪水，就是咱咧照镜，伊迄个水当像镜嘛，会当照伊家己嘛，伫遐咧创啥？抹粉点胭脂，搁红棍挂破咧，这拢是咱形容乌面腊杯。伊诶形啊，伊诶生形啊，头顶插花蕊，咱看迄个乌面腊杯头顶有诶，拢安尼一蕊那花诶过来伊嘛会飞啊，所以伊会飞去天顶看景致。伊嘛会落去迄落溪仔水内底啊，伊会行，伊伫水底会行当然是浅水尔啦，毋是深诶水。伊会行落水底耍溪水，像咱有诶总爱去耍溪水诶个，足凉诶，尤其即马热天啦，总爱去耍溪水诶。规身躯洗甲白白个水水，毋过伊就是面呢，安怎洗都洗袂清气，所以咱讲上尾即句就是写乌面腊杯，就是咧写伊。即个喙洗袂清气。好，咱来看即个诗诶故事甲感想。咱敢有老师，咱拄啊第一甲第二有啥物要提出来讲诶？
第一个，咱拄仔第一是采拢的故事，啊，第二是囡仔古水活泼的诗，适合囡仔看。啊，其实咱嘛是大人会当总欢喜来看。更有啥物人？郭老师请讲。老师你好，我看你第一篇吼，你拄仔咧讲的时吼，我实在是心内吼，足心内的想法实是足复杂，因为你讲遐个故事吼，我伫细汉的时，我的老母拢讲过，互阮听过。哦，是吼。对，伊讲，因为伊迄当阵吼，10几岁啊。逐工伫水上，因住水上，逐工伫水上，我遮离水上，行来家己去学裁缝。伊讲迄阵2班吼，4个人吼，迄是若准行过甲迄尸体规个拢等伫遐个时，迄雨神吼，规个安尼迎起来吼，哎哟，足惊啊！拢就知影迄段吼，就爱。到迄搭就爱用走诶，较紧走过迄段。有影。嘿。哦，真可能。搁228个时，有一寡因为水上离家己吼，无偌远，吼。伊嘛有讲，其实吼，伊嘛有一寡朋仔吼，因为阮外公伊算讲嘛小可有一寡地址啦，吼。就是讲有走去遐个吼，因嘛是有甲因收留起来啦，吼，嘛是算讲，这嘛足敏感的吼，嘛惊人知，就若像讲怎甲因按起来安尼，迄段时间过了，才互因走。所以讲，伊咧讲遮个吼，我看遮个代志吼，实在是有影讲。捌听过是大人讲过，是，吼所以讲感触足深的。深吼，因为像迄个水上机场啦，甲阮校啦，甲即个淡水联络先生大即个老处理遐，阮拄好拢较要活啦，所以讲迄搭遐就是属于较危险的所在。水上机场吼，其实阮外公的田吼，甲机场是小活啦。哦，是吼。所以讲，迄搭遐有啥物迄落吼，会当讲，因其实是阮若像讲阮有经历过，阮有较清楚啦。对，伊本身即个老先生本身阁互大庆子大一门过，伊讲伊阁假死啦，无即摆伊就是真正互拖去。就做死人啊啦！即个故事吼，足济啦。阮细汉吼，捌听过吼，嘛听，有听实际上迄是大人经历过的人吼，拢就感觉讲伊讲的吼，佮看老师的文章吼，若像讲，佮经历一遍。是吼，咱嘛想着嘛是心肝真艰苦啦。只是讲，袂，多谢你，多谢你的分享。毋知有老师咧佮讲无？何老师请讲。何星瑞老师，星瑞老师，你有举手，敢有要讲？我袂记开麦克风哦。何老师你好。何老师你好。阮咧讲着讲哦，边讲迄个厝里敲嘛吼。我细汉时嘛听，叫阮阿嬷去阮姨婆遐吼，阮姨婆咧讲，阮阿嬷听。阮姨婆是住伫文化路吼，因后生咧开诊所。迄阵边仔吼，讲伫外口用迄枪吼，向阮内底入哦。向阮内底入吼，向阮内底入。伊上无，向无，佮走去眠床口敲，佮走去眠床口吼，逐间拢敲安尼啦。安尼吼。但是好佳在吼，因后生迄阵拢走开去伫阮床口去啊。所以拢捡掠去啊。
哦，好在好。我也听讲文化咯，迄阵我是足济人，听讲拢用迄猪仔教咧载尸体。有影吼。哦。我伫遐载尸体，我是听阮同事咧讲，因老母讲的。是吼。好。好，多谢你的分享。好。有老师要搁讲无？若无，咱就要继续。无吼。好。咱拄仔讲到即个较俏皮、较古锥的囡仔死啦吼。咱即摆来讲一个，日头尾嘛讲了啊，咱来讲一个第二诗故事甲感性咱用的咱是第二诗，第二诗是足自由的啦。咱毋是咧写七字啊，嘛毋咧无笔字的限制，所以第二诗咱大家拢会当来甲写看觅啊。你若有兴趣，你着写看觅咧。所以我遮即篇我甲号做咱华语说闲云野鹤嘛，台语我着照安尼就好啊。英魂也好，咱你会感觉讲，咱会啥物意思？到底会写啥物？到底是咧写啥物？其实就是有一届迄杨敏老师伊和阮嘉义原来有真深的迄个牵甜啦，伊嘛是嘉义人啊原来定伫嘉义出入，阮甲嘉义遮嘛足济伊的读者，就是讲那像伊的粉丝啦，然后对伊拢感觉讲，这老师原来是一个做学问足够的老师啦。这个叶老师伊是这个叶老师嘛是无简单伊之前是电脑老师，毋过人伊尾对这个洪瑞珍老师学这个迄个啥乐琴，伊就开始弹伊就整个转为弹乐琴伊尾原来拢弹乐琴，所以伊是乐琴的老师啦。杨敏老师敲电话来讲，老师恁伊到伫尖山的山内嘛，甲我讲恁要招人来迄个阮遮佚佗无？我拢工作兴盛，伊住伫迄深山哪来啦吼？就讲要招人来佚佗无？我讲好，我就开始招兵买马。遮拢是阮去的人，遮拢是阮去的人，即个叶老师有一届阮拄好台湾歌册会，叶老师知影，歹势，我安尼敢有走去？敢有人甲我敲电话入来，真害，怎个无去呢？真害。老师无走去啦，无走去毋过我咧看即个讲义怎个变雾诶，整个袂点人讲义怎个讲义变雾，嘿，阮看咧看是无，阮咧看无我遮怎个变雾，嘿，可能有老师要入来，袂当入来，怎个打电话我整个去无去，我迄个讲义整个看无啥有，恁遐看是清楚的，我看是无的，而且我的讲义袂叮当啦，无我迄个先甲我的讲义怎袂叮当？我先甲摕出来，我才搁入来，才搁甲文字我入来我先甲摕出，才搁入来。无这讲义怎个袂叮当？老师，你毋免摕出来，你甲你的迄个资料关掉，搁开一届就好啊。我的资料关掉，搁开一届就。嘿，你莫出来，你出来，我惊。分享就对啊。安尼即摆敢看有？
有啊，即摆看有，即摆照，有OK，好。嘿，今日出去就袂当入来。即摆有清就对啦吼。对，有啊。好，啊，讲伊有清，咱就会当开始啊。我甲点点的，伊尾啊，来讲伊清起来。好。啊，咱即摆就来讲啊，阮去遐吼，杨敏老师就带阮去迄个啥山林行路啦。山林行路啊，伊认为足简单诶，人我讲你住山顶真正真好，空气也好，迄个光景也好，行甲人感觉足轻松诶。毋过阮即两个吼，阮两个感觉讲较困难安尼啦，所以阮就讲莫行伤远吼，所以阮无行足远啦，无伊讲要踅一大咧吼。尾啊第二天，迄个啥叶老师伊阮伫歌册会，伊知阮要去尖山嘛，伊讲伊伫苗栗尔啦吼，叫阮讲有伊遐去，阮讲好，而且郭老师嘛有伫叶老师遐吼。嘛有伫遐咧迄个对学即个乐琴啦，阮着原来第二天去迄个叶老师遐，所以我着甲去两位老师遐写作诗来欣赏野好的自由，好现英魂的去处，斗阵烧酒，离君富裕的点一潭仙境云吞雾，狗仔做壁定欠居，前池游鱼做骹步，遍地野菜在人厝，独举文学大丈夫，好，这就是讲第一个咱大家较知影第二段就是讲。阮去甲杨敏老师遐，人伊遐是一个在地的厝主甲厝户，杨敏老师大原来真大间啊，真好耍毋过呢，我讲狗仔做壁壁有狗仔咧扫啦，扫几摆，我拢讲哎哟安尼，我咧惊，伊讲尾啊是惯死的啊，人伊感觉讲看久着袂安怎伊的店前店遐嘛有狗仔啦，伊嘛饲一只乌狗仔啦伊看出去头前迄个池啊有一个窟仔，窟仔做者鱼啊，杨敏老师讲，阮去迄天伊讲来钓鱼啊，就去迄个窟仔遐甲钓鱼啊，钓一只鱼啊来创啥？真正来甲伊烘，我都随掠去煮呢，随掠去煮随伫遐食豆介好耍啦毋是食豆，阮是食暗啦，迄暗啦，迄豆阮着另外煮的过来迄暗伊带阮去倒呢，去住迄个民宿民宿去住民宿去迄个阮住迄个所在，路边尔，也是讲伊迄厝边尔，种足侪野菜。阮上爱食啥物款呢？山芹菜啦，迄山芹菜有够济。你知影因咧山芹菜，咱拢爱山芹菜，咱是毋拢食规丛的对无？迄骨甲叶仔拢嘛足好食。因迄民俗主妇食竟然是迄叶仔讲，叶仔拢念起来煮。佮拢甲念唔甲，有够无彩阮着伫遐家己慢啦做油的山芹菜过来第二首咱来看卖咧，番薯落土毋惊母，废物利用技术户，芭蕉树骹传新语，田庄遐歌飞戆牛。即个叶老师伊伫迄咱来看伊只伊伫迄芭蕉，你看这伊种的芭蕉，嘛有香蕉大部分是芭蕉伊种芭蕉
路这边啊咧，一区一区，一零一零，伊种啥咧？种番薯啦。哦，伊拢无迄个浪费掉，哦，拢足扣拢无拍算就对啦吼。连这一区一区的田园吼，迄个一区一区迄个啥，咱讲啥？一区一区的迄个路啦，哦，咱像咱要互行的路，伊拢甲伊种番薯。啊，番薯内底，咱普通来种番薯是毋是哦？咱爱土嘛，爱用土啊，头仔种嘛是爱小可甲伊砍嘛。伊毋是呢，伊毋是甲番薯用土砍的呢，咱来种番薯种入去，人伊用技术斧甲砍。这技术斧毋是伊家己下哦，伊去人咧三行吼，迄技术斧拢要远工，拢无咧甜的啦。伊去甲三行载技术斧，啊，倒来砍伊的番薯，哦，伊讲安尼哦，会当省土，佫会当省肥料，啊，所以阮伫遐嘛食足侪番薯，啊嘛炸足侪番薯转来啦，伊话咱伫遐大话琴互阮听啦。啊，所以嘛足享受的咧。我感觉两位先生，两位老师，因拢即个杨敏老师写作的老师，伊是话琴的老师，所以讲两个拢足够的，拢住伫迄个所在。你看即个杨敏老师住伫遐嘛是家己一个，啊，即个叶老师伊嘛是家己一个住伫遐，所以两个拢真正和咱较无共，啊是。其实嘛足自由的吼，所以讲因若像迄个野鹤共款足自由的。好，我来即摆来讲一个人生悲喜剧这是97年咱教育部用咱的母语写咱的文学。教师组闽南语教师组的第2名，我迄阵啊投过第2名。这是诗啦，我嘛是共款，即年我有投诗，佮有投散文嘛有着顶啦。啊，即摆要来讲就是诗，要讲诗，咱今仔日大部分拢讲诗啦，这内底有分做8趴，毋过8趴呢，拢互相有关联。啊，即8趴其实是咱人生的一个过程，你来看，你会知影讲，伊是一个人生的过程。故事你若要写物件，就是有真有假，有诶是你创作出来。遐个诗词，当然嘛是你家己写，你用看啥物款诶语词，较会。互人感动人才会爱看第一个是落雨天，这头仔是真正的故事有一届阮的辅导员的演习啦，迄阵足久以前，我民国都有台语的辅导团，我都有去做辅导员啦。阮迄个演习有一项，就是讲去外口看一寡迄个古迹，拄好安怎呢？拄好落一阵晴光雨，内底有一位老师，白一位老师，伊就有一个动作，伊就甲你摇一支雨伞嘛，伊就讲要做伙行，伊就甲我讲要做伙行无？我讲免，毋免。伊毋过伊足客气的，伊就摕来和我做伙行。当然毋是讲安尼就含有啥物迄落啦，只是咱用这做起头尔啦。用一点仔故事，一点仔真实物件，甲串入来故事内底，咱就开始写诗咯。开始写即首诗落雨天即阵晴光雨，一支小雨伞，青云的人变熟悉，
一领外衫，一句关怀，相慕的情起风台，一个眼神，一份期待，规个心烧落起来。过来思念，思念，来无通知，去无消息，一捆仔走来目睭前，一时啊扫起耳孔边，一下啊爬上头壳里，一梦影啊搁钻入心肝眼，掠也掠袂着，赶也赶袂去，为何暝日拢想伊？若咧思念的时吼，咱就有即种感觉。毋管你是对啥物人的思念，咱若咧思念，真正咱安尼一直想，就想即项代志，想即个人，思念的感觉，这是种思念的感觉，写甲足深入就对啦，所有思念差不多足深入，想会到的拢有写入去，思念了，过来呢？思念了，过来就是相思嘛，相思，日long豆豆啊落海，月亮看看上山，咱将日含月当作人啊嘛，两人点点啊相思，一日梦过一日，一冬过一冬。牛郎一日七夕嘛会相去，咱两人是爱等甲地当时，两人的相思，这就是咱用日甲月，因见袂着面，所以咱写因的相思，因的相思就咱讲牛郎一日，因嘛是见袂着，应该七冬才看会着一摆嘛。毋是七冬啦，七夕，一冬的每一冬的7月初七，才见着一摆嘛。毋过呢，这故事中的两个人是要等较伫人时，过来就花日记，当然相思过度就足失意啊，花日记，人失意，一杯一杯醉落去，规暗未困。到半暝，醉落去，就是啉酒啊嘛，花日记空相思，一宿一宿忍落去，规身冷甲哪寒天。花日记心已死，一声一声叫袂醒。当时才要布心意，已经拢冷去啊嘛，希望会当布心意会当搁再发起来安尼啦，会当搁有新的意搁布出来，好，伊就希望布心意所以搁来就真正布新的意出来搁来真情。真情真爱感动天，既然你小夫妻，山顶种啥物？海味无稀奇，生活困苦也欢喜，初菜清水嘛甘甜。咱拄仔讲着伊相思啦，对无？搁来冷气过来，毋过呢，希望布心意，即马真正布心意，所以结连理咯，毋过人是初菜清水嘛，甘甜，就是讲生活虽然毋是足富裕的，毋过呢，无山顶无海味，食初菜啉清水，安尼嘛足欢喜足甘甜的啦，这嘛是人生一个过程啦，所以讲，人生呢，一杯水，无香无甜，袂茫袂醉，啉较久就袂胃。这水就是安尼咱普通时嘛是讲足爱啉水，就是安尼。这哪像咱的人生，毋
嘛哪像咱即首诗哦，即两个人的人生哦，一杯茶会芳会甘，淡薄仔忙，淡薄仔醉，啉较济着淡薄仔痴。过来一杯酒，有苦有甜，会忙会醉，啉较香煞袂甜甘担醉。哦，所以这就是咱人生的过程吼。有个人的人生是若一杯水啦，有个人的人生是若一杯茶，有个人人生呢，就是若像一杯酒。哦，你的人生要安怎过，当然在人选择。哦，这就是人生吼。好，过来毋甘。情人节迄一暗，无玫瑰花甲巧克力，就是巧克力吼。毋甘互阮失望。两人来到海港散步赏夜景。阮的心着茫茫茫，哦，所以讲，即摆的人拢流行啊，情人节送巧克力对无？啊，无送玫瑰花，啊，无送啥物礼物？哦，有的人搁较讲哦，爱 LV 还是啥物？啊，是旋石手指还是啥物？哦，足济啦，足济项的啦。啊，人的欲望哦是足大的嘛吼啊。因两个就是讲，即两个故事中，即个主角，因两个人就是干那来海边，吼，来海港散步赏夜景，啊，你着足好啊，足满足，吼，心着茫茫茫。两个人会当做伙去赏夜景，安尼足满足啊，吼。过来落大雨迄一天，无野雨伞去爬山。毋甘互阮压淡，烫外衫做雨棚，可惜啊，捡饭仔叶，阮的心着真轻松。两个人做伙去，看饭仔叶啦，看啊，咱若秋天啊，要看饭仔叶对无？哦，啊，就讲哦，饭仔红啊红啊，伊的叶红啊，哦，足水的，逐家紧来看，啊，结果呢？是落大雨啦，啊无野雨伞，因去爬山，啊要安怎？哦，着烫外衫，互伊做雨棚，哦，做雨满啦，吼，啊，伊着足欢喜，吼，啊，佫可惜啊，吼，可惜啊，啊，佫吼，烫外衫，互伊做雨棚，伊着足欢喜咯，吼。3月4迄一冬。无消息就离开，毋甘互阮目眶红，来梦中报平安。实在你去另外一个世间，阮的心搁较毋甘。哦，原来即首诗的题目就是毋甘，对无？啊，毋甘呢，咱甲看觅咧，即3拍哦，即3拍。甲上尾才讲着毋甘，原来伊无消息就离开啊啦，吼啊！当然，伊就会目眶红咯，就会毋甘啊，就会想讲到底是安怎，哪无去啊？哪知分开啊？哪拢无去，无联络，啊无消息，吼啊，就拢无联络啊！啊，当然就思念念啦，吼啊讲毋甘。伊就两个人互相毋甘啦，啊，所以讲，来梦中报平安，啊，才知影讲，哇，原来是去另外一个世间，啊，所以阮的心搁较毋甘，吼，所以就是拄啊好讲出即个，即首即拍的主题，吼，后来欢喜心，一片云自在轻松。一蕊花美丽清芳，一丛树仔互人面秀亮。一首诗使人止疼疗伤，一支笔
采绘出五花十色的人间。一本册教化着大千世界的众人。一句话转意转念，一趴火照路照巷。我要化作千千万万项，欢欢喜喜照顾别人，毋忘家家和谐过吉祥，人人快乐又平安。所以一首诗拢总有八拍，八拍拄啊好写一首诗拄啊迄阵拄啊去参加比赛，拄啊好有着奖所以讲，咱有当啊普通时啊有啥物感触有啥物欢喜的代志啦、悲伤的代志啦，还是互你有一点仔灵感，你就会当家写落来过来咱来看卖。好，迄阵即个大 S 啦伊甲即个迄个具俊晔，因两个拄啊讲大 S 离婚，之前呢雄雄来敲电话来，我着雄雄想着讲，好，我嘛来甲写一首诗即首诗我甲叫做《沉底记忆》，因讲20档无联络嘛，20档诶无联络，伊佫有法度甲敲电话来佫雄雄互伊接着，而且电话拢无改好，我讲即个灵感。我着甲写一首诗，沉底的记忆。电话响响响起，声音敢若沉底的记忆。勇敢翻头去想起，20档前的不得已。即个讲20档前不得已，迄阵迄个大 S 含即个伊即个男朋友大 S 算。较无现情，至少迄阵是因迄个团是唱甲抓袂牢当然伊若迄阵有男女朋友，还是讲要结婚，迄是无可能。一直教，一直讲，电话无改，情缘嘛无拍远。敢是阮心肝软，抑是电线带足长足远？三平台迄出去有苦嘛有甜，这世夫妻会牵甜，永远是初恋的滋味。咱咧讲因两个人，嘛会当讲你家己的故事。当然，有当啊人世间有足济不得已，有当啊咱讲，拢是初恋的记忆上深啦，因为迄阵就是啥物拢毋知，感觉讲迄个初恋的滋味上解尔甜过来，我写一个日出日落，你若讲日出日落嘛无要紧，好。咱即摆是毋是讲迄个苏俄对即个乌克兰拢一直发动战争拢伫遐甲因炸我看着实在可怜啦。伊要炸，照你讲，你若讲炸是炸军队啦，还是讲军队伊迄个伊的营队，还是讲因的一寡两军。作战，安尼毋则着，伊毋是啦，伊拢黑白炸，迄个病院啊炸啦，人诶迄个大楼啊炸啦，一寡学校啊炸啦，拢互你看甲足毋甘诶，人家厝拢炸，实有够毋甘。我迄日拄仔看着一个新闻，我昨随个写来，就是一个囡仔爱放甲牛车顶当然爸爸妈妈拢无缀伊去迄个囡仔还细汉呢，嘛差不多看起来嘛差不多7、8岁的囡仔尔差不多咱国小拄开始读迄阵的囡仔足可怜的，伊就一个人就要离开故乡呢
伊就是讲安怎，阿爸留咧故乡保护国家，阿爸算讲有查甫人嘛，较有气力，伊留咧故乡保护国家。阿母照顾厝边兜的幼囝，嘿，人厝边兜有迄幼囝，啊无是大人照顾，阿母爱甲因照顾啦。啊，所以伊咧，伊就对人赶紧走，人就甲伊扭去，啊，就去对人赶紧走啊。啊，无是安怎，惊伊一条命无去嘛，惊伊讲啊，伊去互走大早死嘛。啊，所以时大人就甲伊讲，你赶紧走，对人赶紧走。哦，日出日落，日出日落。哦，我有日出日落，也是你讲要日出日落，我有去听一条歌，哦，我感觉迄条歌嘛足水，你会当去听看卖啊？哦，啊，即个囡仔咧坐别人的车，毋敢好，要见伊爸母爱等到伫当时，目屎亲像水着水流袂伫日出日落，吼，日出日落。真可怜，一天过一天啊！哦，花旦无情四界杂，规家伙啊，拢无共搭，就是讲一人一位啦，拢无共搭吼。即个囡仔互车载去吗？啊，爸爸去照顾国家，哦，应该是做兵去啊。阿母咧照顾别人兜幼囝啊，哦，啊，伊互车载去啊，一人。拢一搭啊，规家伙啊，拢无做伙啊，啊，啉着疼线的鼻疼哦。日出日落，日出日落，就是一天过一天啦。哦，一天过一天，到底要偌久嘛毋知，哦，就安足可怜。啊，是毋是会当去见面？啊，嘛毋知啦。哦，真正足可怜吼。哦，我看到迄足可怜，我就甲伊写落来，吼。过来这。原来你心中只有我，哦，这是我看阮兜遮，门口吼有电火条，看电火条顶有迄个触礁啊、触礁啊伫遐，哦，我转来个写即首诗吼，真正有故事的哦，毋是干那触礁啊伫遐尔哦，真正哦有故事哦，讲。电火条顶摆几摆，头下足侪只触礁啊伫遐，起舞一处谈情说爱，触礁啊伫遐足够话，毋惊人知因咧讲啥话，哦，触礁啊伫遐，啾，啊一直讲吼，足侪啊，过来咧，大风扇甲真厉害，日头晒甲红晒晒，日也大，风也透，过来咧，雨落来，雨水愈拍，徛愈晚。哦，4只、3只，剩2只。原来你心中只有我。哦，最后剩2只，嘛是伫遐。哦，雨来啊，伊嘛是还佫伫遐咧啾吼。当然这就是因为感情足好，嘛是咧。讲咱人对啦，吼，有当啊，你会当为足侪物件来看到，迄个感触，儿童的记忆，吼，即个儿童的记忆，阮家己有，咱一般大部分拢安尼，是阮家己的特色，我写阮家己啦吼。即个中山路，咱拢讲大通啦，因为迄阵。日咱时代，就是日本人统治咱台湾的时代，哦，大通佫叫日本街，因为大通哦，湾头仔尾迄附近遐拢日本人住的，哦，叫日本街，像遐街啊，佫遐个市啊，嘛拢卖日本人的啦，吼，所以讲遐日本街，嘛叫做好野人街啦。若二通呢，二通就是阮讲的中正路。中正路就叫做本岛人街，嘛，像咱家己的大潮埕，是安怎讲伊是家己的大潮埕？因为伊遐逐项都卖啥物，你爱啥有啥，吼，足侪物件诶。好，咱来看卖。侏罗建城300年，
亲像桃仔会城市，阮东县老记伫较早阮二土吼，阮东县伫遐，哦，足伊诶边仔遐足闹热诶，哦，山产海产满满是，哦，卖山产卖海产诶足济。本岛人家食啥货？东仔米糕又食过，香火团诶杏仁茶，甜甜绵绵诶豆花，卖足侪物件。过来三哥鱼头、虾仁汤、四角酥甲鸡肉饭，四角酥的，华语就是讲方块酥，阮即摆拢甲叫做四角酥，拢一律拢叫四角酥，所以后摆咱方块酥咱就甲叫四角酥吼。四角酥甲鸡肉饭，甲伊上称的鸡肉饭嘛吼，佫有薏仁仙草做点心，滋味名气传四方。即个薏仁仙草吼，迄阵也是两角古早迄阵是两角尔，卖一个老阿伯吼，伫迄个一人大楼迄阵抑佫无讲足大诶啦，一人银行诶门骹口凉亭仔骹，用一个担头仔咧卖仙草从我细汉开始，都有即个阿伯伫遐咧卖仙草，迄阵才几角尔大家拢会去遐食做有名。恁若来到阮嘉义，古早义通诶家市，即摆嘛有好食物，互恁食甲笑眯眯。这是咧写春分日头甲明日对分，诗人日是四季顺，雨知阴，酒落后，轻松似飘云，吐出春雨的幽闷，唱着满腹的经纶。日黄昏，诗人烦恼无爱困，吵要甲诗来结婚，喷出诗囝甲诗孙，大家唱诗来想春，春分当然咱讲春分有伊的特色写入去，诗人的物件嘛有写入去好。即首的相思和拄仔迄个相思无共，即首相思一个小故事啦。我就是写即首相思放伫面册，迄个花莲培选老师赖培选老师，伊就甲我讲，老师来啦，来花莲啦。我讲要去，我花莲足远呢。伊讲无啦，来花莲，你迄个手笔一班爱来阮花莲新册发表会啦。伊讲你拢有伫恁家己新册发表会，阮花莲拢无啦，你爱来花莲啦。我讲新册发表会，迄遮远我无去呢。伊就讲你来啦，你写即首诗相思足好听念做歌。唱迄个诗歌就对啦，足好听诶啦！伊讲你来，我唱互你听。我讲你即摆着网络唱互我听就好，无咱来你唱互我听。伊讲无你若无来，我无要唱互你听所以伊就咧，我整个去互怪去啦为着听伊即首诗当然真正我着去花莲啦，伊着真正唱互我伊甲我安排一个功课安排教因遐诶人写作我昨下去遐教写作，佫去新册发表会，佫听伊念即首诗互我听伊唱互我听啦。当然我诶诗包括手笔一包，我新册发表会诶诗，我嘛足侪条拢用唱诶比如讲明轩老师啦、慧琪老师啦，伊嘛是拢佫迄个。迄个米兰老师啦，伊嘛是拢有甲我唱我诶诗
我诶诗唱做歌，真啊足济条拢足好听。啊，搁迄个啥，蔡老师，蔡宪德老师，伊嘛甲我唱我诶诗，伊甲我讲伊要弹兼唱，我讲哦，足好诶，足赞诶。所以吼，是讲我诶诗，唱做歌着足好听。啊，嘛有人足侪人甲我建议啦，甲我讲老师，你毋着甲你诶诗吼拢浓浓诶做歌，唱做歌。我讲第一啦，都欠迄个老师来甲咱，咱有谱嘛，啊当然啦，爱有人作曲啊，啊嘛爱有人唱啊，啊等即方面较欠啊，所以就无做即个代志。啊，足侪拢人讲你爱你做，爱你做。啊，其实写诗写足济嘛，足济诗拢无，也无出册啦，啊嘛无来做歌啦，无闲的关系啦，啊嘛算讲原来迄方面，迄以后的代志啦。好，咱来讲即首诗啦念过，啊，咱就爱听过，安尼着，你着感受着啊，即首诗无深啦，啊，所以你会当用感受的，慢慢啊风，慢慢啊雨，韵韵啊行，韵韵啊人，慢慢啊冷，慢慢啊寒，到有诶乌阴诶暗暝，树叶落地，树花断过，树骹诶鸟咪走去对。思念的心，若对风飞，痴心的人慢慢啊吹，轻轻啊飞，溪边风色，哭甲无声，心碎心迷，情海茫茫，换千万回，苦涩满满，相思。无底，就是咧讲相思，拢咧讲相思，当然相思对咱人诶情感来讲是一个真大诶感触，啊有一个真大诶思念，相思咧有当啊是甜，大部分是苦涩诶，所以讲相思无底啦，咱像万底深刻诶。咱像我头仔写迄首诗啊，较飞去对，飞去塔坎里不坐去倒位安尼，拢有啦。啊，咱这总共一句就是讲相思无底，无一个底啦，足深诶，足深诶，好，咱来写讲应定。用印落土定根各位老师拢知影讲，我有咧一本印啦咱安尼可能无啥有看到即本印即马出到第7期，出到第7期，阮半冬出1期，出即本印最主要嘛是讲咧传承台语啦。像林阳敏老师，伊就我讲咱来，伊诶火金鼓叫我来甲伊烦恼安尼拢订果啦。阮因为含火金鼓拢共款，拢会当投果。即个火金鼓的投果是一冬一解，寄来阮兜用纸本写果。囡仔火金鼓是国小的，国小12足岁以下。火金鼓，林明老师是理事会理事啦我是甲伊斗做工课伫我遮烦恼，所以讲你若要投幼儿甲火金鼓，你爱分清楚咱在职老师咱会当鼓励咱的囡仔来投果投果火金鼓，就是伫当时呢，拢差不多。10月，幼儿是10月底，火金鼓是10月初，我更是会发布，即个火金鼓呢，
囡仔是国小到12岁尔，爱纸本寄来我遮吼，阮兜寄来阮兜吼，纸本爱3份咯，因为阮有3个平心哦，吼，粗材料，阮的火金菇佫有福晒，火金菇有福晒吼。伊奖金足济吼，毋免惊讲囡仔袂晓写台语，因为咱就是要互囡仔训练吼，毋免惊讲咱的囡仔袂晓写。若即个英语吼，阮即个英语你着爱写电子档案吼，电子档案寄来阮英语内底，我等下咱若迄落咱看面册啦，我拢有伫发布伫遐吼，英语着是即个。顾德山老师吼，顾德山老师伊发起的啦吼，伊迄阵就是要申请，要向国发会申请，伊想要出版册，申請經費吼，有台語的吼，大部分是台語，着愛有一個團成，所以伊的計劃就是出版英語，安尼互阮團落。伊就迄陣就一直來找我，講韓老師，你甲我做迄個總編輯啦吼。我是講，莫啦，咱就想講，就退休了，即馬佫去做工課嘛是足費氣，足夠工啊！伊就甲我講，一直甲我講，佫迄個啥？一擺伊就講要邀請蕭老師、蕭丁春老師做阮的總顧問。顧德山老師就講咱要來迄個蕭老師遐，我就甲伊睇，我講我下晝要創啥，無我靠我會去的，我要找人，我才甲伊去。伊就講莫，我來甲你載伊個。伊就講叫我着做總編輯，就講要來甲我載。我就整個尾仔真正互伊載。當然。要蕭丁春老師遐，蕭老師是我的恩師嘛，是我上大的恩師啦，所以我就尾仔講好，怎對伊去？伊就將這個工課交代互我啦，吼。阮是2019年2月24號，創刊號，阮是迄陣阮迄陣是發表爾，是發表爾，吼。我有寫一首詩。迄日真正有落毛毛雨啊，頭也是兩毛仔雨，咱真正南北二路足濟人去的，吼。包括咱在座有足濟台語界朋友嘛有去吼。我寫講毛毛仔雨，濕濕啊落，擋袂牢南北二路的熱情。天公伯啊，繼續來壓水，用伊喙仔開開足歡喜，望會當。不言不語，不言不語，阮和即個英語拄啊含到即個毛毛雨足成誒，我拄啊用即個雨來我壓阮的英語啦，好，免200人客家小小，有蕭丁春大師的引傳，菩薩心的顧老師做三寶。顧老師迄陣已經有病啦，伊是胃癌，已經破病足久啊伊原來足熱心，要來想講，伊要申請即本冊，佫想要來推送咱台語，所以成立即個英語嘛所以我講菩薩心的顧老師做三寶，大家佇台語園地咧拍拼。英語定着會定根碰大好，迄個9月啊，迄個2月2019年2月24，阮迄陣創刊號的發表會，未創刊號未出來阮是干那發表會，嘛是記者發表會啦到4月13，顧老師伊的冊就是伊迄本冊要出來，要一個發表會啦，阮當然阮英語嘛，大家攏去佇倒位咧？佇阮家己的勇氣冊房伊迄個冊房叫勇氣書房勇氣冊房，
今日勇气册房爱面对毋甘啥，毋甘即个顾老师的身体啦。一句的诗句，鼓舞力量。众人大声唱歌，对天求情，等待仰望，天公伯来照顾。四月天有雨水的滋润，毋通放弃任何青翠。强要冷气的百花，都会开甲水。逐工拢是好日子，一人一句甜绵祝福。甲你全身的疼化作风，小土地大千世界。阮希望讲顾老师会疼吼，会当阮会会小土地大千世界啦，毋通阁变疼呢。这是当时呢，这是迄个伫勇气册房是4月13哦。结果4月15透早，顾老师就往前去啊，就是讲伊迄个新册发表会，袂是从阮最后见面啦。我即马这无共款的议题，这是新闻系，我甲伊登录落来新闻系。我嘛尾后有写一首毋甘的诗啦这顾老师这伊的囡仔发表的啦是讲顾老师的好朋友4月15透早佮我念着伊一首，这伊查某囝写的一首的第二诗，看着妈妈渐渐变静安详，转入到主的怀抱，跟着耶和华的脚步到了天家，因毋是信教的啦伊无爱打搅。伊的个性无爱共娇娇啦，伊遵照妈妈的意思，无爱办迄个追思会啦。有厝内人，逐个陪伴伊行最后一段路。千言万语感谢所有帮过伊的帮助过伊的朋友，祝福大家。你看，伊4月15日会透早迄个。过来6月16阮创刊号出世这是新闻系啦，伊就讲出编一个老师表示，这是全家语第一本，也是全国第一本为学童设计台语刊物，真正阮是全国第一本是为囡仔、为学生囡仔设计的台语刊物因为阮拢互囡仔投稿嘛规本拢写台语的，规本拢台语，所以囡仔会当看。咱是大人会当带囡仔看希望会当延续顾老师生前的意志，用文字甲语言记录落来属于台语的属于台湾的母语文化，会当代代相传。这是公司的新闻网新闻网，这两个拢是新闻，好，我拄仔写一句，因为顾老师的往生，我有写一首毋甘啦毋甘你的病痛，敬佩你的勇气，最后依然为母语打拼，任务已完成，责任可放下。跳脱身躯的折磨，早着满满的原来。一路好行，敬爱顾。我甲平时嘛袂使。毋过院长大有时啊，你毋是爱做？伊今仔伊3点我。有啥物代志无？咱拄则有啥无无啥物代志好，我紧咱所以讲迄本嘛，拄仔嘛是拢一直咧讲，咧讲着幼语啦我拄仔就是讲，阮即本幼语大家再来甲阮投稿啦。各位老师会当带你的囡仔，咱的学生
即本幼儿国小、国中拢会当投稿吼。投稿要对看咧，我过来较慢，我会搁伫面册吼写出来。当然你若现此时若有即本的人吼，咱就会当看，即有一个你要投稿，要安怎投稿，遮拢有吼，拢会写着。你若要买即本嘛会使啊，即一本才100块尔咧，吼，咱若算讲单语老师嘛会当讲，买这互大家安尼，囡仔做补充教材啦，也是讲，互咱的囡仔看。咱若在座各位若有想要买即本英语儿童单语文学吼，我只有一个电话，这一本100块，你敲来文在店，文在店是阮家己市咧做善事的一个迄个，伊是一个迄个，嘉义市文在店，伊电话我念互你听看觅，276-205-276-208。咱若有想要买一本幼儿的吼，咱会当敲即个电话，恁100块尔，你用汇钱过，伊会甲你寄过，毋免，就是讲邮资伊嘛会甲你出就对啦，一本100块尔吼，足俗的啦吼，咱即个迄个文在店吼，伊即个管理委员会吼，拢咧做善事，阮嘉义市足济。嘉义市、嘉义县外县市嘛有足济迄个无用午餐通食的小朋友，也是讲厝诶较善食的小朋友，咱拢会当甲文在店拢会公文去甲学校，咱会当甲学校摕即个公文申请，咱就有迄个营养午餐拢伊会甲你补助着对，你拢完全毋免钱所以讲。真正阮是咧做善事诶，最主要嘛是咧传承咱台语文化，为咱台湾留落即个台语就对啦希望大家甲阮支持甲阮爱护。我咧讲即个台语文咧咧写作，我迄阵107年全国语文竞赛台语朗读文章教师组第一篇，我就是写火车路途化作肥。即篇文章写了，这107年投，106年就投嘛，107年刊出来嘛。咱看即个顾德超老师，伊其实往生的时是。109年，伊是啥物种呢？伊是树种，伊是树种伊毋是咱普通讲一般讲火种啦，也是迄落土种。伊诶观念足深诶人，伊用树种我即个106年投稿即个107年诶朗读文章。我就是咧写咱人的最后迄出戏，足一人拢讲，后摆是要啥物种啦？佮进前最近佫有朋友咧甲问讲，人吼若到即个年岁较济吼，年岁若较济，拢会想讲，后摆到底是要土种，还是要火种？也是要海种，也是要树种，足济啦。我著甲阮朋友讲吼，我著进前有写一张一个迄个朗读稿。当然。到时反势啦像我写的是火种火车路途化作肥，这是火种这个故事嘛是有一点起头，有一点别人的
诶代志，我昨下甲掠出来看做故事。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一个同学，伊总爱看小说，哦，伊看小说，看武侠的嘛足济，吼。当然我嘛是爱看小说啦，吼。看布袋戏，我嘛总爱看布袋戏啊，吼。即个布袋戏当然有讲着足济代志啊。我即个朋友吼，伊有一天阮做伙出去，坐伫车顶，伊就甲我讲，伊做一个梦啊。我讲你梦着啥？伊讲因阿母即摆住伫迄个家福病房，伊做一个梦，因阿母雄雄转来甲伊讲，转来互伊梦啦吼。讲因阿母甲伊讲，伊要去佚佗啊啦。我讲哈，你毋讲阿母住伫家福病房，先会要去佚佗？伊讲嘿啊，要做一个梦，阿母讲伊要佚佗啊，无因阿母讲要去佚佗了，无偌久吼，因阿母就往生啊，安尼。我想讲来做即个梦安尼，即个梦我嘛会当甲写做故事啊，我就开始写即个故事，好，我讲看，你讲小说拢无要紧，看小说看甲长眠，大劫时典顺用奖，要抵抗天心魔时，雄雄有人走来弄门。抬头就看阿爸甲阿母手牵手徛伫门边，阿母甲阮讲，因要去佚佗，叫阮家己着食饱穿好烧，阮叫因放心，讲阮袂去寒着，若食诶，阮搁较会换过肉粽咸酥鸡，外口逐项拢有咧卖，我嘛甲阿母讲。以前安尼伤少，爱甲我买迄领对起码早去。雄雄惊一个煞精神，心肝头正压杂，手若落目睭，若从来病院家护病房，阿母伫热贴，伫屋角上热贴的迄张病床。阮毋甘阿母病甲请人，搁较毋甘阿母生。受病魔的折磨，阮牵阿母冰冷的手，想要互伊一寡温暖，佮叫阿母莫为我操烦。伊目睭闭紧，掠我笑一下，无偌久，面着变甲足慈祥的，宛然一蕊困去的莲花。伊真正放下一切，甲阿爸去云游四海路。大姐小弟拢成家立业，住伫外埔头，干那阮还袂嫁，住伫厝里。想着足早以前捌甲朋友买生前体育，较来敲电话互因公司，后家问讲是要照佛教、道教。基督教抑是其他仪式班，阮讲阿母无特殊的宗教信仰，因真紧着派一帮人来办事。至亲的亲情交到位，大姐讲阿母毋是正式的佛教徒，毋过伊爱听佛经的歌，尤其是黄师定咧唱迄条心经的时，伊有时会对咧唱。阮紧去摕光碟来放，希望阿母有听着。阿母，你脱离病痛，要去好命，你着盘盘行，毋通惊吓。大家讨论落葬的方式。阿舅讲，人死着咧可怜咯，要用火甲烧，土葬较好，莫烧人。土葬。树葬、花葬、建塔，大家开始讨论。阿母再生要讲，台湾的土地遮尔矮，死人毋通甲活人争，花开互人看水，火车落土挺好做肥，路尾
大家遵照阿母在生为愿，代替先挥发，才个受助。阿母嘛捌讲，天甲人饲甲肥出子，人煞无半项行天。即马阿母的骨头肤压落树骹，化作树仔的肥料，嘛算是对天有淡薄仔回报。春天的风微微啊吹来，公园迄边百花开规排，鸟只飞来树顶唱歌闹猜猜。毋望阿母会当听甲笑嗨嗨。当然我写一篇，今仔日讲着一篇，当然我嘛是咧讲怀念顾老师，希望伊会当感受着春天的风微微啊吹来，佮看着公园迄边百花开规排，鸟只飞来树顶唱歌闹猜猜，毋望咱顾老师会当听甲笑嗨嗨，安尼，咱今仔日还剩一点点仔时间尔，各位毋知，各位老师，馆长你好，各位老师毋知有啥物所在，咱要来讨论啊，是要来指教我想因为时间已经到今仔日事实上是非常的感谢咱的韩老师。有讲到足侪真，互咱逐个足感动，遮个诗句遮个故事，我相信逐个人拢足侪受益我相信逐个拢足有感情。我想咱一定对会当伫线顶遮个朋友拢是足有福气，会当伫网络上继续咧录的咱拢祝福我今仔日有差不多500个伫线顶，咱家己有。加入会是100个，所以今仔日是600个其实我感觉每一首拢足侪会感触，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毋敢阁伤占时间，但是一定要先甲大家报告是后过来拜四，今仔日是拜2，拜四是咱安珠老师的课，咱阁有另外的福利。安珠老师讲伊今伊讲袂了，所以伊要提早伫9点半就要开始讲。所以大家知影伊要伫9点半就要开始正式，就要开始伊的课程。伊讲无伊的袂赴讲袂了。所以即摆你看，咱的课是愈讲愈侪愈大家愈毋甘煞所以即摆安珠老师伫拜四是要9点半就要开始正式上课。所以请咱大家恁若要较早，我想就爱差不多9点外就爱开始先赶紧入来，9点半就要正式上课所以请大家。会当把搁讲一遍，拜四是咱安珠老师的课，请大家伫9点就听好通好入来，因为9点半要正式上课。我相信，安珠老师的课应该是大家拢足期待大家要安怎唱，大家就心内有数，大家准备一下。我感觉今仔日其实继续几落日来。我拢有一个足深的感触，就是今仔日你看，韩老师咧讲起咱家己，咱的小老师、小教授，其实我嘛有去过伊的厝，我甲我的先生有去过伊的厝，因遐尔大、遐尔水，佫是逐个人差不多会使讲是咱家己中部南部地方，逐个拢足爱去的即个所在我感觉恁是足福气，地方有咱小教授，诚做咱的一个。精神的领袖大家会当相靠。我愈咧感觉讲，是毋是以后咱伫线顶，咱可能接煞可能上无伫暑假以前，大家会当相来安排，是毋是要来家己，也是咱厝后来做一寡安排会当做即款就是讲，毋管是组图，还是讨论，还是会议，大家会当，比如讲，大家讨论好势。然后倒是某一天，大家会当来的人拢说回来，毋管是去家己，还是来园区，还是去别个所在，因为咱有遮尔侪讲师，拢伫台湾各地拢来的，拢有，所以我想这嘛是会当互咱佫有其他后续的连接。我想这后壁我会佫甲安珠老师，阮佫来讨论甲即个韩老师甲以前几个老师，大家会当继续讨论。每一个所在，若
大家拢欢迎有所准备的时阵，我想拢会使去做咱后续的一寡计划吼。而且我想有时间去交互咱韩老师，毋知有人要举手无？有人要讲话无？无吼。若无，咱今仔日就到遮吼。今仔日我想咱为了保持以600名内的人员，先煞甲大家报告，就是讲即摆连咱的教育部会有哪注意到咱即个课程，嘛知影讲足有效吼。所以即摆台北科技大学因遐嘛咧讨论讲，希望咱遮的课程，咱遮内容因会当使用。会当因即摆伫定时间要甲咱讨论安尼，我想讲先甲大家报告，所以咱会晓通参加即个课程，是咱大家共同的福气。真多谢咱韩老师，多谢安珠老师甲咱做遮尔好的即个安排吼。多谢逐个人的参与，每一个人拢是真要紧的人，拢有足济的功夫，嘛是足济的即个气力，通去一直来拓款出去，老师的遮足侪诗吼，我相信咱听着拢足感动的吼。希望咱佫会当珍惜，也是安尼，逐个人嘛会当从你身边，包括对你家己本身开始，四边所有发生的事项，咱关心的代志，拢会当家写作诗，写作文字。又讲话是风，毋知讲啥，字是啥物？老师，你讲字。话是风，字是钟，字是钟，倒一个钟，钟影的钟，影迄个钟吼。话是风，字是钟，迄个就是有迄个根基伫遐参看吼。所以我讲，每一工我感觉我学足济吼，足多谢大家，嘛多谢大家的参与，多谢大家。咱今仔日的课就到遮，我毋知影，咱韩老师有要讲话无？多谢班长，多谢各位老师，多谢，拜四，大家会记哩，较早咧吼，9点半就要正式上课，所以你可能就是爱9点就爱开始准备啊吼。多谢大家，感谢，多谢，再会。